靈情私語：哥林多前書14章20至25節，心志上作大人。弟兄們，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，然而在惡事上要作嬰孩，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。律法上記着，主說：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。雖然如此，他們還是不聽從我。這樣看來，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，乃是為不信的人；作先知講道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，乃是為信的人。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，若都說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，或是不信的人進來，豈不說你們癲狂了麼？若都作先知講道，偶然有不信的，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，就被眾人勸醒，被眾人審明，他心裏的隱情顯露出來，就必將臉伏地敬拜神，說：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。保羅繼續討論喺公開聚會應當避免講方言，因為唔信嘅人聽唔明白就冇意義，最好仲係做先知講道。20至22節，先知講道與說方言的分別。保羅首先提醒哥林多教會喺心志上要作大人，言下之意就係要追求更加造就人嘅恩賜，唔好側重追求方言嘅恩賜。喺犯罪嘅事情，要像小孩子單純，不沾惡事。保羅引用先知以賽亞嘅說話嚟說明，先知警告以色列人要悔改，若不然亞述就會侵佔佢哋，但佢哋冇悔改，所以以賽亞講到佢哋被佔領嘅時候，外邦人就會用佢哋唔識嘅言語對佢哋說話，嗰時心裏就覺艱難。同樣地，方言係為着使異國嘅人明白福音而設，有佢嘅規範。先知嘅講道係為咗造就信嘅人，使所有參與聚會嘅人都能夠聽得懂。23至25節，公開說方言還是先知講道好？保羅做出一個小結：若果喺教會聚會中，所有人都講方言，偶然有未信嘅人進來，佢哋唔明白眾人講唔同國家嘅言語，就會覺得你哋非常混亂，甚至覺得癲狂。但喺教會聚會，先知講道就唔同啦，人人都能夠聽明。先知嘅講道可以叫人悔改，有生命改變，認識真實。保羅嘅教導叫我哋有幾方面反省：第一，當求更大造就人嘅恩賜；第二，喺公開聚會當有規有矩，不宜混亂；第三，先知講道嘅功效比講方言嘅功效大得多。親愛天父，我哋明白到聚會叫人安靜，叫人明道。因此，我哋要睇重聚會嘅規矩，都叫未信嘅人能夠明白主嘅道。嗰啲唔合宜令教會混亂嘅事，我哋立志唔做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點樣喺心志上總要作大人？第二，保羅提出喺教會聚會中多用先知嘅講道嘅原因係乜嘢呢？第三，呢度保羅再次強調公開講方言嘅壞處係乜嘢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